是一个恩典哦。经过早上这个大地震之后呢，觉得活着真好，感谢主赐福保守我们，现在能来教会参加祷告会，赐福保守我们。好，我们请一起站立来赞美神。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为你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诸天使匍匐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为你宝座上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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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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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在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为你宝座上的神。哈利路亚。在你宝座前，众天使匍匐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为你宝座上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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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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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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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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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赞美神。继续来赞美。经过复活节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者活着，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帮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
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哈利路亚！我们将我们的敬拜献给神，哈利路亚，赞美神。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继续用这首诗歌来赞美神，感谢主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活。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你的宝血为我而流，为我而流，宝贵是袈裟，以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家的大能，是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家的大能，是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家的大能，是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聚集在教会，
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特别要为今天早上的地震，为前岛，特别花莲地区所造成的这些人命跟财产的损失，主耶稣，我们要恳求你来怜悯这些的百姓，特别受灾难的百姓。你将恩典平安赏赐临到台湾，求你搭救我们台湾每一位的百姓，跟我们同在。求你保护我们的家园，地震带来的伤害、恐惧，早日来复原，早日来抚平人们的心境。愿主你纪念台湾这一块土地，因为这块土地上还有许许多多的百姓还不认识你。愿上帝施恩怜悯的手继续保守看顾，恳求神的怜悯、恩典、平安，一直跟台湾都不离开，能够临到台湾，保护我们台湾。我们恭敬将今天晚上的祷告会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来，我们先来读圣经哈。这段圣经是记载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31节。我要请我们不要用太快的速度，你把今天晚上这段的圣经把那个场景摆在你的脑海当中，然后来读耶稣跟门徒的对话，好不好？我们一节一节来哈。来，一起来。星期日晚上，耶稣的门徒聚在一起，门紧紧地关着，因为他们怕犹太人的领袖。那时候，耶稣显现，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他把自己的手勒膀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非常欢喜。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正如父亲差遣了我，我照样差遣你们。”说完这话，他向他们吹一口气，说：“领受圣灵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当耶稣显现时，所有使徒之一的多马，绰号双胞胎的，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其他的门徒把已经看见了主的事告诉多马。多马对他们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的手、上帝的钉痕，我的摸那钉痕，用我的手摸他的肋旁，我绝对不信。”1星期后，门徒又在屋子里聚集，多马也跟他们在一起，门关着，可是耶稣突然显现，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他对多马说：“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着我的手吧，再伸出你的手，摸摸我的肋旁吧，不要疑虑，只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吗？那些没有看见而信的，是多么有福啊！
耶稣在他们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神迹，可是没有记录在这本书里。本书记述的目的是要你们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要你们因信他而获得生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要透过这一段圣经来跟我们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从害怕、疑惑到相信。我请问各位，今天灵修了没有了？早上那个大地震在这个时候同时跟大家请安，也跟线上的弟兄姊妹大家请安早上这个地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恐惧我正在泡一杯的热咖啡，坐着真的要享受喝咖啡的时候，地震一晃呢，就把我整个这个衣服整个都是淋到咖啡。不过感谢主能够大家又来到祷告会当中感谢上帝的照顾当然我们也要为花莲花莲真的是造成很大的伤害，很大的伤害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呢，圣经呢要跟大家来分享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门徒也会害怕。耶稣差遣门徒领受圣灵吧。第3，多马与耶稣的相遇。我想这个主题从害怕、疑惑到相信请教各位，今天的地震你们害怕吗？害怕，真的很害怕，对不对？当时的门徒确实害不害怕？等一下我会分享给大家听，真的害怕这个地震你们相信会不会怀疑说为什么会有地震？你们会怀疑对不对？为什么别的国家没有地震？对不对？你有怀疑嘛？那为什么台湾有些国家这么多的地震？你一定会不会有怀疑？会有疑惑对不对？你看那个新加坡有没有地震？没有。亚洲的国家新加坡就是没有地震，因为它处于这个地板块的中央不是处于这个地板的界边界线所以就不一样。那你说越南有没有地震？南越跟北越我们知道越南的国家非常的长条形，对不对那北越是会有，但是北越的地震呢，到南越是一段很长的距离，所以你在越南南越胡志明市也不曾有过地震，没有感觉。所以我们光是对这个地震来讲的话，就会害怕，就怀疑。但你相不相信一定会有地震？相信对不对？我们也相信那这一段经文第一个我们从上一周庆祝耶稣的复活之后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当耶稣从被抓到受审判，然后受侮辱、鞭打，最后被钉在十字架，然后来死亡、埋葬。我们感谢主，到第3天他又复活，然后圣经里面记载说，他就出现在门徒的当中，跟门徒来请安那耶稣复活之后呢，他来到门徒当中，然后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他3次对他们门徒说一句话，那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这个有时候我们讲说平安是非常平常的问候语嘛我们几乎见面就是平安平安平安但是耶稣这个时候跟门徒他所表达的这个是不同的处境的平安那个门徒真的是非常的害怕耶稣跟他们讲说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如果是真的一个平安的时候，信徒真的会为他们带来平安。耶稣跟他们说了3次我们可以想一想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如果你是那些的门徒，那些的门徒会相信耶稣他一定将会复活吗？还是被悲伤、害怕笼罩着？按照圣经里面的记载，这些门徒他们是带着怀疑，耶稣不可能个话，信不信个话？其实他们也没有很大的信心，然后他们悲伤耶稣死亡，他们悲伤，然后害怕笼罩在他们的当中。当耶稣复活的那一个晚上呢，门徒在哪边呢？门徒会相信他将复活吗？还是悲伤、害怕笼罩？但是你看，门徒躲在房子里面，圣经里面讲说，他们把门锁起来，因为他们害怕被罗马士兵和这个犹太兵来迫害、来伤害。所以这个门徒当然是很害怕，因为他们怕被抓，然后门整个都紧闭。圣经里面讲，门拢关个叭，惊叫人掠去抬来受害。圣经里面有记载特别里面有5个人有这些人他们非常的勇敢圣经里面记载说谁帮耶稣来背十字架呢？说是那个古利奈人的西门然后谁为他哭泣呢？他说有一群的妇女，特别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位女子，她拿着帕子，然后帮耶稣怎样擦去他脸上身上所流的血这个是让人家非常感动的然后第3个呢，他说耶稣死后呢，鼓起勇气去领回耶稣的身体是哪个人呢？亚利马太的约瑟然后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来安葬耶稣的是谁呢？圣经里面讲说是尼哥德姆第5个呢，他说率先到坟墓去的是谁呢？是摩大拉的玛利亚等的妇女所以呢从耶稣受苦到复活，圣经里面讲几乎怎样看不到门徒的身影了，真正要更小，对不对？他跟耶稣相处了好多年，对不对？当耶稣受到这种死亡的时候呢，耶稣曾经也跟他们分享过真理嘛，他会复活的信息。但是很显然，这些门徒呢，他们就害怕，他们没有信心，关起来看不到门徒的身影。耶稣那些的门徒在哪里呢？早上大地震的时候，请问你在哪里呢？有人到花莲，对不对？去爬山，对不对？就那几个人就受到地震，真的是你说运气嘛？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意外圣经里面就问说，耶稣的门徒在哪里呢？他们躲在房子里面，他们除了害怕受到牵连，他们也很悲伤和无助。在门徒的当中呢，或许有人为自己的表现感到羞愧，甚至于他们有些怪罪自己否定自己或许有人满腹的疑问：我自己是不是也被耶稣骗了？是不是我也被耶稣骗了？请问大家有没有被耶稣骗了？我们当然现在我们很有把握的切记吧，当然不可能嘛。但是当时那些的门徒，他们就存着有这种心境，当初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为什么最后什么好像也没有得到对不对？耶稣就安尼离开我，就去让钉死是米给钉，就送去伊的性命。但是呢，耶稣的死似乎意味他们过去3年走错了路，他们为此呢感到失望、沮丧，且迷失了方向。这是当时那些门徒的心境。门徒他不仅怀疑过去然后也疑惑未来那我以后要怎么办？我们若是那些门徒，心情是不是也很复杂，跟当时他们的这些信徒门徒是一样的？但是呢，复活的耶稣我们按照圣经记载，
他跨过了这些被恐惧甚至疑惑与迷失深锁的这个大门，他来到门徒的当中，耶稣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在这边耶稣说了话，但是很显然还没有人能够马上来回应耶稣。他们或许还在想着：真正敢是耶稣？真的是耶稣吗？于是耶稣就把怎样，把他的手跟他的肋旁给他们看。他们一看，真的，这真的是耶稣。门徒从原先的恐惧跟疑惑，然后到看见了主，他们就非常的喜乐。门徒看见耶稣的身体跟伤痕，知道他真实的是复活的耶稣了。耶稣的伤痕代表着他经历被定死亡这种的苦难，他让门徒看见，虽然他经历了这些的苦难，但是呢，依然带给他们平安。这是耶稣死亡之后跟门徒来显现的哈。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耶稣差遣门徒领受圣灵吧。耶稣再次跟那些门徒说：“愿你们平安并差遣门徒正如耶稣被差遣，然后耶稣对他们说完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这个是记载在22节哈。他说门徒非常欢喜，耶稣再次说：“愿你们平安，并差遣门徒，正如耶稣被父差遣一样。”说完这话，耶稣为他们吹了一口气，说：“领受圣灵吧。”这个也就是跟创世纪第2章第7节那边也有记载主上帝用他的地上的这些的尘土造人，最后把生命的气吹进他的鼻孔，他就成为有生命的人这个动作也就是上帝创造人类的一个情景兄弟说耶稣说向他们吹了一口气，领受圣灵吧。所以我们常常在安放礼拜的时候，牧师都会讲说：尘归尘，土归土，然后灵归于是灵的神好像分一口气给你就得到这个灵，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今天耶稣呢也差遣了我们也差遣了我们，然后让我们领受圣灵拥有平安的新生命。我们要感谢耶稣耶稣他赐下圣灵并将这些赦罪的权柄赐给跟随他的我们这些教会信仰的团体这个不是要我们在世上随意来定罪乃是要教导我们追求怜悯跟公义并且要我们来善用权柄，使人能够得到平安第三个我们要分享多马跟耶稣来相遇我们看到多马当耶稣来到门徒当中的时候，多马并不在那边然后当多马回来的时候，其实门徒对他们说：“我们已经看见了主，我们已经看见了主。”但是在25节那边讲呢，多马怎样？他拒绝了耶稣多马他拒绝了耶稣看一下多马拒绝相信同伴的见证多马拒绝相信同伴的见证，他并且提出来要触摸耶稣的伤痕，他才能够相信那些同伴跟他讲的一些的诉求。但是在圣经里面记载，1星期之后呢，耶稣像先前的那样穿过这一道坚固的门，
然后也是一样站在门徒的当中，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接着对多马说：“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好，看看我的手，然后再伸出你的手来摸摸我的肋旁，不要疑惑，只要信。”多马面对微笑的耶稣的时候呢，多马感到困惑又喜悦，因为这不是别人冒充的耶稣。多马那时候就认识出来，这是主耶稣本人。多马看着耶稣呢，他就欢呼呼喊：“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主，我的上帝！”多马呢，他对耶稣的认识呢，是透过先怀疑，然后再更深入的来了解，他对信仰是认真寻求的，怀疑也是信心的一部分。这一句话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多马他对耶稣的认识呢，他也是透过怀疑，意思的就在跟我们讲说，其实我们要对耶稣要很深入的了解的时候，不可能说一下子我们马上就相信，你可以先透过一些的疑虑但是认真的去追求的时候，你的怀疑就变成信心的那个一部分多马跟其他的门徒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看见了才相信其他门徒第一次听到妇女说耶稣复活的时候，也是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当那些妇女跟那些门徒说要说过啊，要说过啊，其实那些门徒他们也是半信半疑，他们也是关在门里面。到最后耶稣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看见了就相信了。耶稣对多马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但是那些没有看见而信的是多么有福耶稣跟多马讲这一句话不是在责备多马的小信有时候我们就要讲你这信心不够呀啦你是摸了看了才信那些没有看到的才更会有福耶稣不是这种意思，不是在责备多马的这种小信你看其他的门徒也没有因此来定罪多马，对不对反倒为他留下了空间，让他亲自跟复活的耶稣来相遇来相遇这也是在鼓励我们当我们没有亲眼见过耶稣复活的人呢我们也相信他的时候更是有福的在这边耶稣也是要透过这句话来告诉我们不是要让人因着属灵经历而骄傲，乃是要人来学习跟他的样式来行，接受耶稣的呼召，以差遣领受圣灵让我们能够有勇气来面对不安委身来侍奉见证耶稣是基督的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结语耶稣总在我们漫长的黑夜里面，还有闭锁的门房的里面，常常对我们说：“愿你们平安。”他带给我们信心和勇气让我们看见他，也同样赐给我们平安并容许我们来怀疑他然后主耶稣呢，他差遣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使我们来信靠他，走上冒险的旅程，也让我们在看不见上帝的黑暗的日子的里面，有机会跟他来相遇，然后进而来持守我们这个真实的信仰。有时候我们有感受到耶稣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在他的里面吗？你能够看见主吗？你能够曾跟耶稣来相遇，经验他的真实，并信告他吗？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害怕、疑惑甚至于到看见主、
而来相信。有2个默想问题当我们面对人生中的许多的未知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感到害怕、疑惑？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会有经历这样子。前面的道路我们未知但是我们虽然感到害怕，虽然感到疑惑，这是我们面对人生中常有的一个状况那在信仰的旅程中呢，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感受到生命在你的生命里面吗？你有感受到主在你的生命里面吗？你曾经与耶稣相遇，体验他的真实吗？这2个默想问题也是可以带给我们一些的省思了那我们也要为处在这个害怕、疑惑的人群里面，来为这些人来代祷愿他们也都能够经历主所赐的平安，就好像耶稣跟当时的门徒讲一样，愿你们平安当然我们也要透过今天的圣经，我们同时再来省思，也要同时一起来为我们代祷，也要为自己代祷，为别人代祷特别为自己代祷让我们在看不见上帝的黑暗的日子里面呢，有机会呢跟主来相遇，也看见能够真实的自己我想这些也都是让我们能够彼此一起来努力我们再透过诗歌来做回应好，我们继续来站立，我们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刚才的分享。我们同心在主的面前，我们同心来祷告，来寻求主。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一一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
我们国家是属于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哈利路亚，主，求你来掌管，主，求你来掌管，来看顾我们的国家。哈利路亚。是的，主，是的，求你来怜悯我们医治。我们呼求你，阿爸父。主，哈利路亚，圣灵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主，是的，是的，你必睁眼看，你必侧耳听。主你的名来呼求，万民都来敬拜你，哈利路亚。都要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复兴这地，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再一次说复兴这地，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主，是的，我们欢迎你。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着献上我们的赞美跟感谢来祷告。我们现在读圣经，好不好？来一起，我们要来感谢他，请坐用诗歌向他欢呼。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出他的名以被尊崇。我们要为代祷的事项求主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特别在我们不愿意的情况之下，仍然选择顺服和感谢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讨神喜悦的样式如同耶稣顺服你一样，把自己的需要摆在你的旨意后面你是公义信实永不改变的上帝让我们的口发出对你的赞美，更多看见你的荣耀，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为了来赞美跟感谢上帝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创造之主，你是世界的掌权者，你是世界的光。耶和华，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所依靠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讨你喜悦的样式，如同耶稣顺服你一样。主啊，你是公义、信实、永不改变的上帝，让我们的口能够发出对你的赞美，更多看见你的荣耀。谢谢耶稣为我们舍命付出罪的代价，谢谢耶稣带我们入黑暗，出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谢谢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宝贵十字架上的恩典使我们完全得救自由，是我们新的生命
主，我要匍匐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谢谢你的爱永远不改变，永远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接着，我们也要为全球国家、城市来祷告。来，圣经，我们一起来。以耶和华为神的国，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来，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世长存。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们有几点代祷的事项第一点，我们特别为宝林茶室这个重大食物中毒来代祷了这些事件一直在延烧特别我们要为教会和基督徒，也要为台湾此时此刻社会正面临人心惶惶的食安的风暴迫切来祷告求主把身处在惧怕与病痛里面的每个人抱在你的怀里在人们担忧喜悦的时候因着你跟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得到盼望和平安第二点呢我们也要为近年台湾各种这种诈骗的手法层出不穷，我们要求主使政府来打压这些国家能够发挥效能有效的来遏制这些诈骗不断的猖獗泛滥的情况求主使民众更加有智慧这种察觉意识有智慧来分辨这些真假的信息不因贪图利益而因小失大为近年这个台湾各种的诈骗手法真的是层出不穷第三，我们要为这个民生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薪资啦这些缓涨物价通膨银行升息这电价又调涨我们要祷告求主来赐福政府有智慧以能力来有效面对并解决这些长期资本的经济产业所带来的这些的经济的缓冲冲击，帮助国人能够更有智慧来规划财务减少因物价通膨所带来的民生冲击和影响。我们是为了这3点为宝林茶室事件诈骗这个手法事件为民生问题，我们一起开口为这3点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特别要为近期所爆发出宝林茶室这些重大食物中毒的事件来祷告，这些造成民众人心惶惶，求主你来赐给政府相关的单位有智慧，能够早日来找到源头，妥善来处理这次的危机，能够积极把关产品各种的用料，使民众有安全良好的食安跟环境。求主你赐给政府警方有智慧、勇气和磨练，来阻止黑帮势力诈骗横行，保守台湾治安和社会都能够安全，将属天的这些的平安充满在台湾全地，帮助国人能够更有智慧来规划财务，减少因物价通膨所带来的这些民生的冲击和影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阿们。
好，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为教会来祷告哈。来，我们一起来读一节圣经哈。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主耶稣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啊，我们有几点代祷的事项哈。第一耶稣不仅是拯救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耶和华以勒，我们的供应者向导和永远的帮助我们特别要为4月7号有财务部会求神赐智慧，好让教会的这些的财务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些来善用金钱，在不同的事上能够继续来发展愿神感动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继续来祷告、守望跟奉献也要为4月13号、20号教育部要开第2季的纪要真理的课程目标是要帮助这些初信的兄弟姐妹有更清楚的得救切记更扎根在信仰的真理上面求神感动兄弟姐妹能够渴望愿意来受装备扩张每个人的生命跟身量也要为教会5、6楼及8楼这些牧师馆整修来祷告求主是恩给总务部相关同工有智慧跟能力让我们在整个规划跟修缮当中呢，能够做出最合你心意的安排让神的家能有更妥善、更多功能的这些的规划跟应用我们特别为教会这3点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现在主耶稣求你帮助教会，需要你的权柄和力量，祈求你的爱和合一的灵充满在每位肢体的当中帮助我们不看彼此的婚期，乃是要定睛在更重要的基督徒的心灵上，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主，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主。为教会来祷告，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是给我们力量，也是给我们智慧的主。主啊，我们在4月7号的时候，财务部的会议，主啊，你赐给我们的财务部同工，主啊，让他们有智慧、有能力他们在有限的经费之下，主，你赐给他们力量让我们的财务，主啊，因为有你的赏识。还有你的帮助下，主啊，让我们的财务能够一切顺利，在修缮我们的那个7、6、4、5楼、6楼还有8楼的修缮，主耶稣，你也让我们的同工总务部的同工，还有他们修缮的同工的那个团队，主啊，让他们都有力量、有智慧。如何来成就最好的那个主所需用的那个地方，还有需用的殿堂，这都是要荣耀神的名。主啊，你是给我们，你加添我们的力量，在我们不足的时候，主你都要大大的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让他做一个是最好的那个工程，最好的主你所用的殿堂。主耶稣，谢谢你，主啊，我们为我们的4月13到还有4月20号要第2季的那个纪要真理，主啊，这课程是主你所预备的，主啊，你要为我们的初信者或是需要真理的，需要那个认识真理的人来到教会来上课上纪要真理的课。
主啊，这是为要有我们的信，不管我们的信仰，或是我们的同工，或是我们的信徒，主啊，都要更认识神，都要认识神，扩张我们的装备。主啊，恳求主你来成就，来鼓励更多的人来认识神，来更认识主的真理。主啊，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着我们要彼此来代祷哈，彼此来代祷啊。我们希望2、3个人哈，2个人哈，我们彼此互相来代祷哈。接着我们要为肢体来祷告哈，我们先为成人牧期来代祷，特别我们为第8组的彭美英
姐妹哈，她4月11号她的眼睛白内障来开刀代祷求主保守开刀过程呢顺利平安，眼睛能够早日来康复第二，我们也要为第6组陈德明弟兄他在4月1号上午来蒙主恩召下午也已经召开这个至上委员会我们愿主来安慰的灵跟遗嘱来同在这是成人牧区或许你还有知道需要代祷的肢体你就可以把你所知道的这些肢体的名字，待会你自己可以为他来代祷我们也要为青年牧区4月28号他们要到台北教会来参访求主来帮助这些同工在联系沟通上面有美好的果效4月1号他们已经召开了牧区的同工筹备会这会后要执行的一些事项求上帝赐给他们有智慧那儿童牧区呢我们感谢主在3月30要 Special Agape 在主的保守和同工同心协力一起来涂抹来完成教会的孩子还有好多社区的家长的孩子都一同来到教会一起来欢庆复活节。我们求主来复活的生命能够来充满在每一位同工跟老师的心里面，在敬拜及小组当中来带领孩子遇见复活的耶稣第二，求主来保守5、6楼这个装修工程能够平安顺利施工期间这个场地的这个协调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妥善的安排每一样的机会都能够顺利来进行好我们为以上的成人牧区、青年牧区跟儿童牧区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为成人牧区有身体病痛的每一姐妹来祷告，求主你医治她的眼睛让她能够早日得到健康。主在我们的牧区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使他们有强壮的身体。主我们要求你使每位弟兄姊妹有活泼的灵，生命都能够如鹰，返老还童，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热心来爱主，每个人的生活都蒙到极大的祝福。主你的恩典赏赐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主耶稣，我们特别要为失去亲人的家庭，主他们的肉体虽然来乡里不舍跟哀伤，但是我们相信他们有主你的爱在他们的心里面来充满，他们的心灵就必得到平安跟安慰。主，我们要特别为青年牧区他们计划到台北的聚会来参访这些的同工的筹备会，主愿你亲自来带领，赐给青年牧区每一位同工干部满满有属灵的恩膏智慧，让青年牧区能够继续向前来迈进，荣耀主你的圣名。我们也要为儿童牧区来代祷，儿童牧区5、6楼的场地正在进行装修顺利，今天也拆除了大部分的地板，但是我们发现今天早上的地震又带来了一些地砖来拱起，我们也要做特殊的处理
求你帮助这些装修工程以及儿童牧区，他们在这一段期间，每一样的聚会筹划都能够顺利来进行。求主你也保守这个时代的每一位青年跟儿童，让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来认识神、敬畏神、侍奉神，一生跟随你，不离开你，到他们终老的时候，都是主你的好儿女，这样子来见证主你的名。我们这样献上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来献上我们赞美给神，哈利路亚。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天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造有救必永留在这里。赞美，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天地何其美！信实，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赏赐平安的上帝，我们将我们一切的恐惧、迷失跟疑惑，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领受你赐给我们的平安。恳求你亲自临在，让我们与你再一次来相遇，经历你奇妙的带领。谢谢你，圣灵跟我们同在，保守每位弟兄姐妹回家的路程都平安，天天充满对你有信心，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结束。